大家好，歡迎嚟到不斷升級的人嘅 YouTube Channel。呢個世界好多因果關係，其實唔係真係咁清晰。例如成功同快樂，到底係成功令你快樂，定係快樂導致你成功，真係好難講。有一本書叫《你快樂，所以你成功》，作者 Emma Seppala 就好相信我哋應該先處理好心情，有好嘅心情，做乜嘢都會事半功倍，更容易成功。呢個論調就咁聽，好似都有一定嘅道理。係人都知心情好嘅話，做乜都順暢啲。但係問題係心情呢樣嘢，有時唔到我哋控制，尤其係某啲好掙扎嘅階段，例如失戀、失業、失學嗰陣，或者自己同家人健康出現問題，心情都好難變好。作者當然都唔係教我哋無時無刻都保持快樂，亦唔係叫我哋盲目樂觀，更加唔係話開心就一定會成功。我覺得呢本書最有價值嘅地方係教我哋透過各種方法管理好情緒，而唔係強行壓抑或者扭曲自己嘅感受。世上冇一個方法係撳個掣就可以改變心情嘅，但係絕對有方法幫我哋好好管理情緒，提升整體嘅快樂程度。而呢本書所教嘅方法就非常值得一試。無論你對成功嘅定義係乜嘢，只要保持正向嘅情緒，達成目標嘅機會就一定更加高。從呢個角度睇，保持快樂都係一種能力，一種可以練嘅能力。以下我會歸納書入面提過嘅6大方法，一齊學習下點樣提升快樂力。準備好未呢？我哋依家開始。第一個方法就係活在當下。唔開心嘅人唔係活喺過去嘅後悔同埋不捨，就係活喺未來嘅焦慮同埋不安。大部分人喺大部分時間其實都過得比自己想象中好，只係我哋自己唔覺。就好似食一餐好普通嘅飯，呢餐飯無論幾咁平凡，佢得嚟嘅過程都唔容易。感受啲食物慢慢幫你嘅身體補充能量，本身就係值得感恩嘅事。而呢啲看似好平淡，其實好幸福嘅 moment，往往俾我哋忽略。你以為食鮑參翅肚先係幸福，其實青菜白飯呢啲日常飯餸先係健康正氣嘅選擇。如果你嘅人生態度係中意一邊食青菜白飯，一邊羨慕人哋可以鮑參翅肚，咁你個人一定永遠都唔會滿足。到你可以魚翅撈飯嗰陣，你自然又會羨慕人哋其他嘢。你係要唔滿足，俾你做到李嘉誠咁，都可以好多嘢唔滿足。大文豪托爾斯泰有一篇短篇小說叫《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內容係講一個農民辛勤工作，借盡所有借到嘅錢，最終買到一塊屬於自己嘅小小農地。個農民做咗地主之後，更加勤力工作，希望盡快還清貸款。幾年之後，佢攞呢塊地去做抵押，買咗另一塊更大嘅地。為咗提高生產力，佢開始請工人，添置工具，加上自己嘅努力，終於開始累積到財富。一段時間之後，成為咗一個大地主。但係佢一啲都唔滿足，因為對比其他大地主，佢依然係相對最窮嗰批。有一日，佢知道有個地方有一批好抵買嘅土地放售，嗰度地方超級大，而且泥土肥沃，種乜都冇難度，買到嘅話必定大賺。而當地嘅規矩係，個買家由日出開始跑，直到日落，跑到幾遠就可以買到幾多地。農民搏老命咁跑，就算烈日當空都唔肯停低休息，結果跑跑下佢就咁猝死咗。農民嘅家人幫佢挖咗個坑埋葬，而佢需要嘅土地只係6尺乘3尺咁大。呢個故事嘅寓意好明顯，第一係叫我哋盡早買資產，第二係叫我哋要知足，萬大事都好，個人本身永遠先係最緊要嘅。除咗活喺將來，人另一個最大嘅痛苦就係活喺過去。有個故事係咁嘅，有2個和尚，一老一嫩，佢哋修行完之後一齊行返去寺廟。行到河邊，佢哋見到一個靚女，個靚女想過河，個樣好焦急咁，似乎有啲緊要事要處理。靚女見到2位和尚向佢哋求助，老和尚二話不說就抱起個靚女過河，成功幫佢解決咗問題。年輕和尚好不以為然，但係又唔敢出聲話老和尚。直到夜晚，佢終於忍唔住話老和尚，身為出家人，點解要接近女色？老和尚好平靜咁答佢：我一早放低咗個女仔，點解你仲未放低？呢個故事好生動咁解釋咗，心情平靜與否，視乎你放唔放得低啲過去咗嘅嘢。
人活到咁上下年紀，點會冇遺憾嘅事？但係日日諗住佢，都解決唔到任何嘢，只係會影響自己嘅心情，令自己離下一個好機會越嚟越遠。只有活在當下，先可以幫我哋擺脫過去同將來嘅束縛，令心情更好。具體可以點做呢？我覺得最有效嘅方法就係我喺好多條影片都提過嘅靜觀。當你專心留意自己嘅感官，唔理其他嘢，你先有機會完全沉浸喺當下。每日揾10分鐘時間，俾自己透過靜觀，完全擺脫過去同未來，專心感受呢一刻嘅感覺。慢慢你會發現自己對依家呢一刻嘅掌控力強咗，唔會咁容易俾其他嘢影響自己嘅心情。另外，好多正向心理學所講嘅心流，亦都係幫我哋好好享受活在當下嘅方法。當你完全投入喺一件自己中意做嘅嘢嘅時候，時間會過得好快，個人會進入忘我狀態。呢個狀態其實都係活在當下嘅一種表現。有人喺畫畫嗰陣會進入心流，有啲人會喺整陶瓷嗰陣入到，有啲人就會喺做運動嗰陣開始忘我。重點係要揾到一樣你真心享受嘅事，然後俾自己完全沉浸其中。呢種最純粹嘅專注，其實係人類好需要嘅嘢。可惜社會越進步，令我哋分心嘅嘢就越嚟越多，所以我哋生活好似多姿多彩咗，但係精神健康問題反而越嚟越嚴重。而活在當下就可以幫我哋從無窮無盡嘅如果同應該之中釋放出嚟，令我哋嘅情緒變得更正面同埋平靜。第二個提升快樂力嘅方法係增強自己嘅韌性，應對無所不在嘅壓力。老土講句，壓力第一避唔到，第二佢唔一定係壞事。有啲壓力可以推動我哋不斷進步。可能有啲人會好想過一個冇乜壓力嘅人生，好似某啲富家子弟咁，老豆剩落大把，唔使好努力去做啲乜嘢，都可以過富足嘅生活，日日喺度享受人生。不過低壓力嘅結果就係個人好難進步，唔進步你就好難喺短短幾十年嘅人生做到啲令自己無憾嘅嘢。Donald Trump 就係含住金鎖匙出世，明明可以乜都唔使做嘅人，不過佢選擇咗要不斷突破自己，最後做埋美國總統。做總統壓力當然極大，不過呢種成就應該足以對得住自己嘅辛勞。我哋平時都會面對好多壓力，有啲壓力大到好似就嚟逼到我哋發癲，好似已經超越咗我哋可以承受嘅極限。不過回想返，有部分當時睇落極大嘅壓力，過後真係會令自己變得更強。我有個朋友年輕嗰陣臨危受命要負責一個大型 project， 當時佢好大壓力，日日都揦口揦面，因為佢當時經驗尚淺，好多嘢都係第一次接觸，所以完全唔知點做，亦都唔知自己做唔做得嚟。結果個 project 有驚無險咁完成咗，而我個朋友亦都由一個冇乜自信嘅年輕人變成一個經歷過風雨嘅功臣，喺公司話語權大增，成個人企出嚟都有啲氣場。如果唔係經歷過呢啲高壓環境，我相信佢都唔會咁快變到咁。我以前都會盡量避開啲難做嘅嘢，盡可能留喺自己嘅 comfort zone，唔想接受挑戰，絕對唔會主動要求負責自己未接觸過嘅工作。我呢種取態，正正就係為咗避免有太多壓力。而我亦都因為識得靈活走位，加上唔知好彩定唔好彩，果然好多年都俾我避到啲重要工作，令我可以舒舒服服咁返咗好多年工。不過個後果就係個人冇乜成長，學唔到嘢，年紀越嚟越大，但係好多嘢連啲新嚟嘅後生仔都識得多過我，職涯發展當然亦都嚴重落後。某一日，我見住啲後輩一個個變得獨當一面，而自己仲喺原地踏步，我就決心要做啲突破。我唔係眼紅人哋嘅成就，而係覺得我明明有能力做到更多，點解要因為自己唔想承受壓力而將啲機會推走晒？於是我開始主動跳出舒適圈，接受下新挑戰。雖然壓力大咗，但係心態上我明白呢啲係幫自己進步嘅助力，所以都唔算太難受。起碼我明白呢啲壓力係有意義嘅。有時真係好辛苦嗰陣，我會用4-7-8呼吸法去幫自己舒緩一下，即係吸氣4秒，然後閉氣7秒，再用8秒將啲氣吐晒出嚟。連續做4次4-7-8呼吸，情緒會即刻平復返，令個人輕鬆啲，冇咁緊張，係一個簡單而有效嘅舒緩壓力嘅方法。大家不妨試下。面對壓力，好好管理佢，
揾方法幫自己舒緩，而唔係避開佢，或者用啲唔合適嘅方式宣洩，情緒一定會變得更加正面。第三個提升快樂力嘅方法係管理好自己嘅能量，而唔係一味用意志力死撐。情緒同能量有極大嘅關係，唔夠能量，情緒自然唔會好。我估計大家都試過，前一晚唔夠瞓，第二日個人都會燥底啲。所以要令自己保持正面嘅情緒，就要經常幫自己叉滿電。我上一條片正正就係講點樣用高效率嘅休息方法幫自己快速補充能量。簡單講，要回復能量，睡眠、飲食、運動同生活習慣都要注意。瞓覺方面，臨瞓前15分鐘最好唔好用手機，減少藍光攝入，俾大腦好好分泌褪黑激素，提升睡眠質素。飲食方面，我哋盡量唔好俾血糖大升大降，所以最好唔好食或者飲太多甜嘢，亦都唔好食太多白飯之類嘅碳水化合物，令血糖保持平穩，個人就冇咁易攰。生活習慣方面，我哋要經常進行微休息，例如每做25分鐘嘢就休息5分鐘，嗰5分鐘最好起身行下，或者俾個腦放空，唔好睇手機，因為睇手機，尤其係睇 social media， 我哋個腦實際上根本冇休息到。另外，我哋要保持運動習慣，最好每日做至少15分鐘。運動會提升心肺功能同新陳代謝，令我哋嘅身體更有效咁將氧氣同養分輸送到身體各部分，令我哋更精神。另外，接觸大自然亦都係補充能量嘅好方法。無論係行山定係行下公園，甚至種啲小植物，都係非常好嘅接觸大自然嘅方法。做齊以上各點，身體嘅能量就可以快速回復，唔會成日覺得好 exhausted 咁，心情當然都會好啲。第四個提升快樂力嘅方法係讓大腦放空，提升創造力。創造力本身係會令人開心嘅，有時我哋突然有啲新嘅 idea，會覺得好興奮，有種為平淡嘅生活注入一啲新刺激嘅感覺。如果個新嘅 idea 係可以實行得到嘅，就更加可以幫我哋解決實際問題，或者幫我哋提升生活質素。所以創造力絕對係珍貴嘅寶物，越多越好。不過創造力同埋新點子通常都係喺大腦最放鬆嗰陣先會叮一聲突然發生。自從智能手機出現之後，好多人都有一種停唔到落嚟嘅強迫症，只要稍為有啲空檔，就會好本能咁拎部電話出嚟係咁碌，驚死自己會錯過啲最新消息。呢種習慣帶嚟嘅其中一個負面影響，就係我哋個腦會欠缺放空嘅時間。我哋以為手機可以幫我哋填滿啲碎片時間，令我哋冇咁悶，個人會開心咗。某方面睇，確實係咁。智能手機令我哋搭車等人嗰陣，唔使戇居居咁喺度發呆。不過，如果用手機用得太頻密，每一秒都要填滿晒，持續咁將自己嘅注意力耗盡，就會令我哋嘅大腦冇時間修復，會令我哋錯過好多原本可能會出現嘅靈光一閃嘅時間。近年，腦神經科學家發現，當大腦表面上好似乜都冇諗，喺度發白日夢嘅時候，會啟動預設模式網絡 （Default Mode Network）。大腦會喺呢啲時候幫我哋重組記憶，連結唔同嘅諗法，激發創意思維。古今中外好多偉大嘅發明，都係喺科學家放空嘅時候誕生。當然，佢哋平時花咗好多時間，睇咗好多資料，做咗好多研究，而放空嘅時間，大腦就會幫佢哋將各種零碎嘅記憶同埋諗法連結，迸發出所謂嘅靈感。牛頓知識非常豐富，但係佢發現地心吸力嘅契機都係喺呆坐蘋果樹下嗰陣發生。阿基米德本身係數學家，但係佢諗到浮力原理嘅時候，其實係喺屋企浸緊浴，成個人最放鬆嘅一刻。所以有時放下空係一件幾有益嘅事。做人真係唔需要一有空檔就拎部手機出嚟，有時俾自己無聊一陣，例如每日15分鐘，唔會嘥你好多時間，唔會令你 miss 咗好多值得留意嘅世界大事，但係就會令你個腦產生更多創造力。第5個提升快樂力嘅方法係對自己寬容一啲。開頭提過，大部分人喺大部分時間其實都過得比自己想象中好。如果我哋唔用咁嚴苛嘅角度去睇自己，你會發覺其實你嘅人生都算係咁。但係現實係，我哋對自己嘅要求往往高到離譜。例如做錯一樣嘢就會唔開心好耐，
責怪自己點解咁唔小心。心理學上有一招叫 self-compassion， 即係要學識對自己就好似對待某個好朋友咁。好朋友做錯事，我哋通常唔會太過苛責，而係會安慰佢，同佢講呢件事唔係真係咁緊要，下次小心啲就得。對待朋友，我哋乜嘢大道理都識得講，但係對自己呢，就好似完全調翻轉，有咁 harsh 得咁 harsh。其實過度嘅自我批判係好消耗你嘅意志同埋能量，亦都冇乜必要嘅。接納自己，相信自己下次可以做得更好。我哋成個思考模式就會變為傾向諗點樣改進，而唔係不停喺度悔疚。具體做法係，每當覺得自己有啲嘢做得唔好嗰陣，就幻想下如果呢件事係你一個好朋友做嘅，你會點同佢講？我覺得可以試下揾 AI 幫手，叫 AI 扮係你做錯咗嘢嘅朋友，然後嘗試安慰佢，或者直接同 AI 傾訴你嘅情況，睇下佢點樣安慰你都得。另外，你平時亦都可以定期讚多啲自己。無論係幾少嘅事，你都總有啲嘢係做得好嘅。嘗試發掘下，例如對住某啲好煩嘅人，居然冇發脾氣，或者未到 deadline 嘅工作，自己居然快快手搞掂咗，呢啲都係值得拍手嘅事。多啲讚自己，你會慢慢變得欣賞自己，對自己嘅錯亦都會變得寬容好多。我依家每日都會讚自己3樣嘢，由準時返工，至到幫同事換水呢啲小事都讚一餐，感覺非常之良好。大家不妨試下。第6個提升快樂力嘅方法係心懷慈悲同埋多啲同理心。呢句嘢聽落好似一啲左膠大愛嘅陳腔濫調，其實唔算係。人大部分嘅煩惱同埋執念，好多時都係因為我哋淨係喺自己嘅角度出發，唔識得設身處地咁喺其他人嘅角度睇。我自己嘅經驗係，我哋所面對嘅人同埋事，無論幾咁惡劣，只要我哋知道件事點解會發生，點解啲嘢會去到咁嘅地步，我哋嘅負面感覺往往就會消失一大半。困住我哋嘅從來唔係件事本身，而係我哋睇事情嘅角度。如果我哋有同理心，能夠設身處地咁喺其他人嘅角度睇，再加上慈悲嘅心，願意放低仇恨同憤怒，唔去記掛住啲其實唔係真係咁深嘅所謂傷害，我哋嘅心情一定會變得更好。有一段時間，我好憎一個同事，因為佢成日當眾踩低我嚟抬高自己，令我非常尷尬，亦都擔心會影響我喺公司嘅形象。因為呢個人，我返工返到好唔開心，成日避開佢，好驚聽到佢把聲，驚佢唔知又想串我啲乜嘢。後來我知道，原來佢咁做嘅原因係因為老細叫咗我去跟一個 project， 而呢個 project 佢好想做，因為好影響日後嘅升職機會。我運用同理心，設身處地咁喺佢嘅角度諗，就明白晒點解佢對我嘅態度會係咁。當然，佢嘅做法我絕不認同，甚至覺得佢係小學雞。但係我選擇唔去怪佢，反而將心思放喺點樣做好個 project。一方面要令佢心服口服，另一方面係唔好俾佢揾到把柄話我。同事們覺得我好豁達，居然可以好似完全唔受呢位同事影響咁，所以都好欣賞我。連老細都覺得我好成熟，應該心入邊都加咗我唔少分，間接令我嘅事業發展得更好。如果我成副心思淨係諗點樣同佢搞對抗，而唔係保持良好嘅心情，做好啲工作，我相信第一會返工返得好唔開心，第二就係變咗我係小學雞，事業發展分分鐘會受到影響。所以有時放過人就係放過自己，而要做到呢一點，首先要有同理心，能夠喺其他人嘅角度去理解件事。第二係要有慈悲嘅心，懂得寬恕，識得接納。你唔一定要認同對方，但係至少唔好俾對方控制住自己嘅情緒。好啦，以上就係6個提升快樂力嘅方法。保持正面嘅情緒，除咗令自己生活過得開心啲，人緣都會好啲，間接都會令你各方面嘅發展都更順暢。如果你都認同，請 like 同 comment 留言分享下你嘅睇法，亦都希望大家 subscribe 呢個不斷升級的人嘅 YouTube channel。多謝各位，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